台湾常常会发生地震，如果遇到地震时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平常家里的东西应该收进柜子放好，不要把东西放在高处，如果有地震时，东西可能会掉落砸到人。也不要把东西放在挡住门口或挡住行走路线的地方。另外，家中可以事先准备紧急避难包，里面可以装水、食物以及必要的药物、手电筒等东西。也要知道你家附近的避难收容所在哪里。嘉义市在东区有设置28个避难收容所，在西区有25个收容所。可到嘉义市政府防灾资讯网查看详细的地址。网址如下，请看下面。如果遇到地震，不要急着逃跑。研究发现，地震时大多数是被掉落的东西砸伤。遇到地震时，要记住先保护自己。有3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趴下，保护自己的头部或颈部。第二，掩护，找坚硬的桌子躲到下面掩护。第三，稳住，可以抓住桌角，才不会被地震震倒。如果在睡觉时发生了地震，该怎么办呢？不要急着逃，因为晚上关灯看不清楚，逃跑时容易跌倒受伤。应该转身脸朝下趴着，用枕头保护自己头颈部，等摇晃停止。若是洗澡时遇到地震，该怎么办？身体要趴低或蹲下，用东西保护头部，远离镜子、电灯或洗手台。如果在搭电梯时遇到地震，该怎么办？身体可以蹲低，保护头部，按下每一层按钮，电梯门一开就快点离开电梯。如果坐火车或高铁时，在车厢内突然遇到地震，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抓住扶手或椅子把手，用包包保护头部。解释完了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平常要把东西收好，不要把东西随意放在容易掉落的地方或是影响出入的地方。
要事先准备紧急避难包，里面可装水、食物、药物等物品。也要记住住家附近的避难收容所在哪里。如果遇到地震时，不要急着逃，先保护好自己。1. 趴下，保护头部或颈部。2. 掩护，找坚固的桌子躲进去掩护。3. 稳住，抓住桌角，避免被地震震倒。手语宣导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